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一开始进前，咱来祈祷。感谢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知影你是上听阮的主。无论是倒位的处境，无论是阮所做有遮的困难，主啊，你犹原你的听，拢伫阮的心中显明。这是阮将阮家己仰慕伫上帝你的圣手，将阮家己的心灵安静伫你的内面，有圣心踮伫阮逐人的心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毋知咱教会有3代同堂、3代同堂的会友，请举手，互我看卖影。就是你的爸爸、阿公，你只要有3代带做伙，3代，哇，应该袂少吧？吼！你若愈年长的，你的子子孙孙，安尼应该是有，大概拢有。其实3代的亲人会当带做伙，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的恩赐、祝福、福分。会记得我细汉的时，每一届过农历新年，我的妈妈总是会带阮返去后头厝，然后伫外妈因兜过2暝。过年的时，阿姨因全部拢返来团圆。迄段日子是我甲我的外公外妈相处斗阵，是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时阵。外公会带阮去伊的田林踅踅，阮这都市囡仔，若看到田林有牛有白龙丝，哦，就足欢喜足好奇的咧叫啊，有牛诶，有白鹭鸶诶。这是咱都市囡仔即马拢无咧看到的遮动物吼，真深刻。外公嘛，佮带阮去附近的柑仔店去遐买脆食物仔。暗时到啊，阮一家伙仔聚集，阿姨妈妈因伫咧厨房斗相共来准备暗顿。虽然我的外妈已经过身几年啊，但是伊煮的菜是一直是我上怀念的滋味。后来因为经济需要，外妈将伊迄间古厝三合院这间古厝甲卖掉，另外伫一个附近买一栋现代的厝。不过，这间现代的厝的设计并无适合年长、无适合行动无方便的我的外妈来住。尤其是咧爬落楼梯的时阵，伊真细腻。咱知影，咱台湾的人口年龄愈来愈老化。现在即马政府一直咧推动长照2.0，还佫有社区老人关怀据点，真多。这对老人、对年长的照顾，是为着要互这长者有较好的生活的环境。所以现在也是未来，咱所住的环境必须要考虑到长者、这年长的舒适佮有方便性。现在有一种全龄通用设计宅的厝，全龄通用设计宅这种厝是用3代同堂的概念去设计出来的，就是互家庭成做一个对出世到老，对出世的婴仔到99岁的长者，会当住伫舒适、住伫安心的居家环境。这是一个符合未来建筑的理想，会当满足人性也是生活方面的需要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的信仰，嘛会需要共同来起造3代同堂的传承，因为基督耶稣会当满足咱每一个人灵性方面的需要，也毋是呢？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灵性上面的需要。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故事的背景是伫以色列百姓已经出埃及了后，伫旷野磨练40年久，所有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拢死伫旷野。
摩西嘛无伫个啊，留落来就是咱即马所看到的第二代的百姓，第二代的百姓。约书亚正要带因过约旦河，几十万的百姓就伫约旦河的东边来等待，准备要进入迦南地。但是眼前有一个问题，必须要先解决。什么问题？要安怎来过河啊？咱知影以色列当中有妇人人、有囡仔、有老人，还有动物，佮一大堆行李，收过去绝对无可能。所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棘手的问题。这条约旦河阻断了上帝要应允予百姓的迦南地，阻断啊！因看会到，但是无法度踏入迄个地。以色列人的脚步才停伫遮。咱阁看到这个时阵的约书亚，伊几岁？60岁、60岁、60岁的长者。伊是一个60岁的长者，上帝予伊一个使命，就是带领百姓经来过这条约旦河，然后甲迦南人征战。这个使命对一个60岁的长者来讲，够简单？无简单啊！不过我相信，经历过40年久抗野的磨练，约书亚伊绝对有信心来倚靠上帝。这个时刻，上帝爱约书亚吩咐更约柜的祭司，行伫百姓的头前。约书亚记第3章15节遐讲，这个时阵正拄好是收割的日子。收割的日子，约旦河的水常常满起来到两岸，常常满出来要到2个岸边。则讲的收成的日子，就是春分的节期。太阳直射伫赤道上面，以色列的北边，黑门山顶的雪，太阳爱甲照落去，所以雪就扬起啊。真大量的水流入来约旦河，流入去加利利河，所以河水暴涨啊！伫这个时阵特别壮满。上帝却是选伫这个时阵，爱以色列人来渡过约旦河。兄弟姊妹，上帝选伫这个时阵，爱以色列百姓过这条壮满的河，因敢过？咱的生命当中，是毋是充满这种的挑战、甲困难？咱有可能会拄到家己无法度去面对、无法度去接受的这种的挑战、困境。有真侪生活的困境，咱还需要去突破。生命中有真侪功课爱去学习的，咱应该安怎来迎接这个挑战？要甲什么人做伙去面对？还是要选择逃避？这群第2代百姓，伫因真细汉的时阵，就互家己的爸母、互阿公阿嬷抱的、揽的、爱的，创啥物？过红海。40年前，因这个细汉的时阵，伊互爸爸妈妈、互阿公阿嬷爱的、抱的、揽的，经过红海。但是40年后，我相信有可能因真侪拢袂记啊。到底40年前细汉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，模模糊糊。毕竟迄是40年的代志，只有顶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因口印象较深刻。只有顶一代以色列人，因较知影上帝安怎来带领因。但是40年后的今仔日，上帝犹原要向伊的子民第2代百姓来显现伊的作为。约旦河的河水一直涨满，人无当涉水过河。圣经讲，讲到上帝约柜的祭司，当因脚迹踏入水，约旦河水30公里以外的一个阿东城，伫遐来停的啊，伫这个所在来停止啊。
每个老啊，形成水墙，形成一道水墙。这是一个奇迹，是一个奇观。40年进前的以色列人，就是经历过上帝和红海分开的这个奇迹新者。无论是海水也好，还是河水也好，要分开还是要阻断，拢毋是人会当做到的。伫当时的人无法当做，因无法当做，因无能力。就创造天地的主宰，咱的耶和华上帝，伊才有法度。上帝选伫这个河水暴涨的这期，显明伊的大权能，要向伊的百姓来显明。互伊的百姓知影，这位全能的主上帝，甲因相同行。河水不断咧流落来，但是却无法度来超过阿东城一条界线。咱毋知影上帝到底用什么款的方式来阻断水，但是真实在的，看会到的水就停伫阿东城。渐渐，咱看会到河底，看会到大地。约书亚赶紧吩咐光约柜祭司，徛伫河大地中间，互百姓赶紧来通过。所有的百姓拢过河了，上帝阁叫约书亚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出来，扛大粒石头来过这条约旦河。这12块石头代表12个支派。扛去倒，因今仔日暗时所要摘赢的所在，吉甲甲贴伫遮，指甲将12块石头来贴伫遮，当做上帝甲因做伙经过搬过约旦河的纪念。这12块石头，当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这是上帝恩典的纪念，是上帝百姓甲伊的百姓做伙来渡过约旦河的纪念。上帝要保护伊的子民，连充满的河水嘛爱听话阻断。设立这12块石头，还阁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要教育未来的世代。教育未来的世代，互下一代以色列的囡仔清楚知影，顶一代以色列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是安怎来经历过上帝的带领，将信仰传承落来，一代一代传承落来。我的信仰是对阮老母、对我妈妈遐来的。阮爸爸是民间宗教的拜拜，所以我的信仰我是第5代基督徒。我真感谢阮妈妈，因为有真水的信仰，来将信仰传承给我。伫我读大学的时阵，我是读汽车修复、修理汽车的科系。我有一个心愿，有一个梦想，想要成做一流的技工，一流的技工，成做一个厂长，管理汽车，管理一间公司。这是我的愿望，因为我读汽车科。但是伫大学迄段时间，我伫好尾教会、好尾长老教会来聚会。伫迄个时阵，我的信仰的造就，我的灵命。是高峰啊，是高峰。回想起来，迄时阵的高峰，我即马阁毋是。我会记得有一位新学生，台南新学院的学生来阮遮实习，伊送我一本圣经，现代中文译本。伊送我一本圣经真珍贵，我摕到这本圣经的礼物，我着逐工拢甲读啊。每一天都在读这一本圣经。有一届期末考，我的室友跟我讲：“伟丽啊，你不要再读圣经了，明天要考试了，明仔载要考试啊，
你期末考阁考无好，你着要落地啊啦，去用断掉啊。伊安尼甲我讲，我即个室友，即个同学是一贯道的，但是我挡袂牢啊。我犹原我毋知影迄个时阵，我哪会遮尔意爱上帝的话？我迄阵读的是出埃及记，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我对即段遮个故事当中，我去感受到我家己嘛，亲像互上帝咧带领共款。咱知影以色列百姓，伊出埃及了后，伫旷野背逆，佮想要返去埃及，上帝甲管教鞭拍，佮甲带出来，带来带去，洗真久。我就想着我家己，因为我的过去，捌因为去补习，为着功课去补习班，无要去教会找借口，无要参加团契生活。所以我伫咧流目屎啊！咧读出埃及记的时阵，我目屎一直流。为虾米主啊？你的疼遮尔深，我无能去体会。当时我无能去体会你的疼，你的管教。当我读了圣经了，我就紧准备明仔载要考试内底的内容。去当工咧考试。哇！我看到考试单顶悬的试题，我目眶阁红红啊！因为我看到试题，虽然我毋是足会晓写，但是我有印象，即我捌读过，尤其是昨打读过呢，有印象。结果出来的成绩，感谢主，我毋是考高分，我考60几分尔，60几分。咱知影。大学的考试60分，甲你考100分，拢共款 pass。我即个室友一贯道的同学，伊看到我，话你啊，你真正无简单呢。你的上帝吼，真正厉害，厉害。这是我伫我大学的时阵读册、读圣经。一个小小的见证。后来，我就转变我家己我头讲的迄个梦想，我无爱阁做一个什么志工，一流的志工，不要了。我就要成做一个传道者，成做一个牧师，传讲上帝恩典的一个传教者。当我去做兵退伍了后，我会去做兵，因为我是职业军人，职业军人，我会需要这笔钱来读神学院，因为我妈妈甲我讲，伊若栽培我到大学尔，因为经济毋是拄啊好，所以若要继续读起哩，你爱靠家己啊，去打工赚钱。所以我就签落去做职业军人，欠一笔钱要来读神学院。等我退伍了。我无去读神学院，我无照我甲上帝约束去读神学院。我就因为互一个共体的朋友介绍入去药厂，咧食头路。伫药厂内底做一个药剂师，不要想象我是很有能力的药剂师，是咧染粉的基层的员工，基层的咧制药啊的药剂师。我伫迄间药厂内底，我的同事拢知影我是基督徒，未来嘛要成做一个牧者，因拢知影。有一届旧的年底，迄年的年底的进前，我的组长甲我讲，要赶会啊，爱加班。为你啊，你着拜六礼拜拢会当出来加班，敢会当袂？我毫不犹豫的答应啊。因为我想要赚搁较侪钱的，因为我知影去读神学院去做牧师了，袂当搁赚钱啊，袂当搁想赚钱啊，爱专心服侍主。所以我还袂入去进前，爱拼命赚较侪，因为我会惊，因为读神学院拢一直咧开钱，无收入。但是上帝为我备办的，
做兵欠的钱都有够啊，你哪会阁需要阁去趁呢？但是迄阵我阁想要阁较济，趁较济。有一摆，就是伫圣诞节的前2礼拜，就是我加班的时阵，拜六迄天拜六，我骑机车要去上班，拄啊甲一台小绿车相撞出车祸啊！因为我要赶上班，车的速度伤紧，我去弄到小绿车的右边的后照镜，我人规个拢飞出去，喷出去，倒伫咧路面，我的车嘛甩到对面的车道。等我意识恢复起来，我坐伫咧路中，我真后悔。这个时刻，我应该坐伫新航院的教室，咧听老师咧讲课啊，我哪会坐伫路中啊？哇！这是真大真大的忏悔啊！我不应该是坐伫遮啊！我想要呼吸，无法度呼吸，呼吸不能呼吸了，因为我车祸的时阵，机车弄到汽车，我机车的龙头弄到我的胸腔，瞬间压缩创伤，已经无法正常的吸气吐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呼吸，你只要吸一口气就会痛，你还敢吸吗？不敢，好像刀在割一样，很痛。所以我知影惨啊，我有可能就死伫遮。你若1分钟无法度喘气，你差不多乌有去啊。所以我足艰苦，我就一直坐伫遐，众人拢在看。我心内咧想讲，主啊，真抱歉，真歹势。我要奉献予你的，竟然我无珍惜我家己，无珍惜主你的福分，你的呼召，我煞来浪费糟蹋。迄个时阵，我想起彼得跋落去海，伊对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主啊，救我！这是上帝一个祈祷。主啊，你救我！我心内就安尼反话。主啊，救我！我要活下去，我要活落去。真奇妙的，我的呼吸慢慢啊恢复，但是哪会当互我小小的吸气而已，舒开尔，可以维持我的生命，当维持我的活命。感谢主。这个肇事者，伊嘛真有疼心，叫机美的救护车紧来甲我送去病院。当我倒伫咧担架顶悬的时阵，当伫车内的时阵，我目屎一直咧流。感谢上帝，你留我的命，你互我阁会当喘气，阁有活命。当我好起来的时阵，我要辞掉头路，要专心来考神学院。这是我的生命的见证，甲大家分享。伫约书亚记第4章第9节，咱看到约书亚佮另外搬十二块石头，贴伫河的中间。伊佮另外佮再搬十二块石头，贴伫河的中间。头啊，迄是12个人扛一块，伊即马一个人60几岁的长者。扛12块石头贴伫约旦河的中间，上帝并无交代约书亚安尼做，圣经嘛无描写为什么约书亚要安尼做。当河水搁一摆流动的时阵，看不过因所踏的地，这12块石头敢看会到？看袂到啊！无人会知影约书亚贴遐12块石头，贴遐石头，但是这河里。这12块石头表现出约书亚对上帝足深刻的感恩啊！因为姊妹，咱有法通想象，约书亚就是伫遮贴这石头，咱拢会当看到。我相信在场所有的人、百姓、长老，包括下一代以色列的囡仔，还有扛约柜的祭司，所有在场的人。拢有咱见证约书亚伊咧贴这石头的过程。
对一个60岁长者来讲，这是足珍贵的稳定啊！这款的稳定，对于少年到于年老，对着摩西不断精进，到于年老，上帝稳定一直拢甲伊同在。约书亚对上帝的敬畏甲顺叹，互在场以色列人通学习的，相时嘛，互咱兄弟姊妹，咱来学习，学习约书亚伊对上帝的敬畏，对上帝的顺服，学习伊对上帝的感恩。虽然河水看过这12块石头，但是看不住约书亚对上帝恩典的感恩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向咱家己的囡仔来讲起上帝作为甲恩典的时阵，是咧帮助咱回想，而且佫去记住上帝的作为。咱记条条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困境的作为，同时嘛是互咱的囡仔借着咱来认捌上帝。当咱翻开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的时，迄个时阵约书亚已经几岁啊？101岁，110岁。咱中间到101岁，请举手，就国宝安尼。安阳中心阁无到101岁，上济加100几岁。101岁约书亚，伊伫即个时阵向着以色列所有的长老、领袖、中官、众百姓，简免的讲起最后要对因讲的话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历史对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因即马要进迦南地，遮上帝耶和华伊是安那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带领即代的百姓，安那来经历过伊的救赎。伊的宽容，我用最后24章14节到第16节，我用华语来念这一段经文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诚意侍奉他，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侍奉的神明，侍奉耶和华。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。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，或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百姓回答：我决断袂弃杀耶和华，去服侍别个神。约书亚最后讲的迄句话，我相信大家咧背经文的时阵，拢有背过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咱来读一遍。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。这句话显现出约书亚对上帝的顺叹，对于少年到老拢无偏离。我相信约书亚的囡仔，伊的厝内，伊的亲人。嘛会当受到同款的祝福，因为有这位属灵的大家长，伊坚持信仰的原则，成做大家的模范。毋知咱兄弟当中，毋知咱的厝，敢有伫恁的客厅有一块匾额，顶悬有写几字：基督是我家之主。基督是我家之主。这嘛咧提起咱这个家庭的成员，每一摆打入门的时阵，看到这几字，就知影上帝主耶稣是咱的主，伊会看顾咱遮的人，咱的亲人，会看顾这个家，会将平安赏赐予咱。现在已经无当找到当年约书亚伫约旦河所藏的、所贴的迄12块石头，咱嘛毋知影吉家伫倒位，嘛毋知影12块石头藏伫吉家遐到底是伫倒位，找袂到啊！石头找袂到，
但是无代表上帝恩典就无互以色列人伊会行行顺顺来纪念。上帝恩典甲看顾，亲像约旦河的水不断流到今仔日，亲像河水不断流到今仔日。虽然石头无去啊，但是河水悠远咧长流。主的恩典对咱出世到老，甲咱过身，拢毋捌消失过。咱一生拢伫咧经历伊的作为，一生拢有上帝恩典的记号伫我也是伫咱的身上。约旦河内底12块石头，无啥物特别的。当河水搁再度流动的时，伊其实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尔定。但是，互12个人来扛起，贴伫人所看会到的所在，这12块石头就无共款啦。就成做记号的开始，上帝恩典的记号，是一个上帝甲伊子民共同来经历的记号。兄弟姊妹，恁敢有想要成做一个放伫人看会到的所在的石头呢？来成做上帝的见证。当以色列的行行顺顺，囡仔问了父母：这石头是要做什么？这些石头是什么？伊父母会甲囡仔讲：有一位上帝，伊疼你的爸爸妈妈，伊嘛疼你，伊嘛同款疼你，伊是疼咱的上帝啊！这父母甲因囡仔讲起上帝安怎救赎以色列人的故事。我相信咱真侪机会，甲咱的囡仔分享上帝的作为，甲咱的囡仔，甲因分享主伫你的心上的恩典的听，算袂了的恩典。同款，咱嘛让甲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、咱的厝边、咱的同学的同事，来分享上帝伫你心上的作为甲恩典。我相信，透过约书亚伊性命的见证，伫众百姓面前的见证，我嘛相信，兄弟姊妹，伫恁的心上有讲袂了的恩典，伫恁的心上有真侪故事通讲。什么款的故事？是你甲上帝、甲你的耶稣、甲咱的主结连的故事。望上帝圣神引带咱继续行这条见证的路，行这条恩典的路，互咱做一个三角教人分享见证、分享上帝恩典的基督徒。同心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！听从阮的上帝，阮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你透过约书亚伊的性命的信仰，主啊，阮知影，阮逐时拢离开你远远。真侪时阵，阮只有想到家己的困境，无看到上帝你的作为。阮真侪时阵信心嘛真软弱，但是阮知影，阮要勇敢壮大，搁一摆来倚靠上帝你，因为你一路上拢一直咧陪伴阮，你的听，甲阮年老拢无偏离，带领阮逐人，搁一摆会当跑走这条见证上帝你恩典的道路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